为盟，由来虽长，故此时并未将寡，长则不利。为此命人四路八兵，我一介何有报从军？交锋不得不防，先生莫怪。大王，你坐车情愿一死，
见钟情，大王三思。故九牧先生才略，方才乃是戏儿。故当与先生朝夕谋划，破敌高我策。大王刘臣，臣当教子。这乃社稷之臣也。终于没见家大王千岁，阴神千岁。启大王韩信令人思路斩下檄文，辱骂大王，谢所朝来，大王请看。臣上来。唱一回之后，先将武到手，人心先被从，天意所言流。只望当下临时丧盆的龙，金光生灵，火战小王头。
就刘邦、韩信等统领大军前来讨战，我军跨步我敌中，正以山头高位，惨不吃力，怎奈大王天心相称，立足车之言，传旨明日发兵，只恐大王此举中了他人之计。那群臣夫妇见阻，群臣见阻，大王不听也是枉然。这明日何时好？还请娘娘再劝大王暂缓发兵。日此亲家战退，大王回宫司机
刘邦，何着韩信，方小姑心头之恨。这用兵之道，贵在知己知彼。如一时气愤，不能自制，恐汉兵事中，韩信多谋，终非大王之福。以臣妾之见，只宜坚守，不可轻动。大王三思。非此之言虽有道理，此番故若不去吃兵，岂不被天下之后耻笑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方为俊杰，又怕胡人耻笑啊！哎呀，非此啊！
愿上将，怎奈敌众我寡，难以取胜，怎奈天帮莫从该非常前推
事啊？是的，我明白啊，像是刘邦以德楚地抓来的新兵，不是咱们家乡人，唱的这歌也是咱们家乡调，你说对不对呀？你这歌啊，我就有点想家了。唉，这也难说呀。像咱们大圣爷，忠言逆耳，目不识人，信用你左车，犯中了人民用兵之计了，困在了垓下，天天的盼着楚兵来救吧。那刘邦又得了土地了，这后援是断绝了。哎，你说这可怎么好？哎，伙计们，为什么呀？咱们大家伙啊，撒着去！咱们大王爷军令森严，你这就临阵脱逃，硬上往这干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依我说呀，咱们几人呐，找个清静的地方，好好合计合计。对，合计，走着，走着。只恐
常败北京，被夸父韩信用10面埋伏，困苦于垓下，内部粮草，外部救兵，纵然创制重围，有魂灭目，去见江东和老。哎呀，妃子，大王，据不看来，今日就是你我分的别。是子了。宝马神去，马孔，将宝马牵了上来。吴春呀，我追！向你跟随顾家和战可胜，今被困垓下，就是你，也无用武吃力了。天。
汉兵四面来攻，吩咐众将四面